哦，你甲看到这头前这老酷酷的，大家抹胭脂抹啊水当当吼。来，咱用欢喜的心来做一个感谢，就要开始今仔日咱的礼拜啊吼。用欢喜的心，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开始今天的感恩礼拜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谢谢你。 多谢你，互阮点伫台湾这个得殊。台湾是亚洲所有国家当中实行民主最彻底的国家之一。谢谢你。我们希望通过一次又一次、一摆搁一摆的选举，然后互适当的人坐伫迄个悬悬的位，来行做阮正人的路步，来服侍、来引带、来保护。 来兴旺台湾，互阮的子子孙孙踮伫遮，会当直直享受民主自由的美好，享受一个安和乐利、三听扶持。大家人伫遮会当真自由，讲起伊咧想啥物，伊要追求啥物，然后大家人真心疼台湾，然后互台湾成做一个美丽的岛屿。今仔日，阮用感恩的心要来庆祝2018年。 2018年的感恩节，回头过去，我们有许多许多的恩典。多少时候我们恐慌不安，多少时候在不安的时候，阮后叫上帝，感谢上帝一波搁一波拢带阮，我们一波一波走过去。上帝啊，阮今仔日要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讲，阮要感谢上帝，阮要感谢阮身边的人，因为。 有我们身边的人以及上帝的怜悯跟扶持，我们才能够走到今天。谢谢，带着感恩的心，我们要开始做礼拜，恳求圣神踮伫阮，互阮今仔日的敬拜阿乐诚侪你所欢喜，靠主耶稣的名，阿门。OK， 咱先用拍一个捧声来感谢上帝，然后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敬拜啊，好来。 邀请大家，咱做伙来吟诗而乐，唱出咱对天父感谢，领着而乐耶和华。领着爱而乐耶和华，因为伊只管一大。领着爱而乐耶和华，因为伊是听。 来对头来，领着阿乐耶和华，领着阿乐耶和华。停！你们没有注意听，再来一次，领着爱阿乐耶和华，因为伊只管一大。领着爱阿乐耶和华，因为伊是听。领着爱阿乐耶和华。 有永远的慈爱，你的爱而乐耶和华，唱吧而乐，而乐而乐而乐，而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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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而乐而乐，而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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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是感恩节的礼拜，感谢上帝真正听咱，伊互天落雨水，互地有出产，互咱利用的一切无有伤济欠缺。咱要用歌声甲咱的双手来回应上帝的听。咱要讲，我甲我的厝
各有规个永福教会拢要来俄勒敬拜和赛耶和华，能够一家来唱领着俄勒耶和华，啊，你的双手祝福我，领着爱俄勒耶和华，因为伊一管一大，领着爱俄勒耶和华，因为伊是听，领着爱俄勒耶和华。以后天落雨水，灌压伫土地，以后地有出产，收拾完美牛。无论啥环境，都都我可以。我甲我的厝，好赛耶和华。我甲我的厝，我甲我的厝，好赛耶和华。追求主的心意，予伊来引带。你是阮的主，公义的上帝。全家恩已敬拜，俄勒耶和华。伊对天落雨水，灌压伫土地。伊予地有出产，收拾完美牛。无论啥环境，都都我可以。我甲我的厝，好赛耶和华。我甲我的厝，我甲我的厝，好赛耶和华。追求主的心意，予伊来引带。伊是阮的主，公义的上帝。全家恩已敬拜，俄勒耶和华。伫逐工咱的生活中，拢会听到侪侪声，有闹钟的声，有手机的声，学生会听到老师细细念的声，员工嘛会听到主管也是头家的声。伫最近，你更加会听到侪侪无共款的声，不过这些声拢袂互咱的心内带来真正的平安。不过有一个声，伊要充实咱的生活。伊要互咱的生命得到平安甲喜乐。上帝的话要成做咱生活中间的困难，思慕伊的话的人要得到真正的福气，思慕的人有福气。伊的话是咱人生的舞台，伊的爱是咱路上的光明。咱着常常思慕耶和华，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将伊的话常常放伫心肝内，人生的舞台就会真顺遂。咱着常常思慕耶和华，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人生一就甜蜜的树，鸟仔天顶飞，雨点纷纷飞。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话是咱人生的舞台。
真正有福气。将伊的话时常放伫心肝内，人生的舞台就会真顺遂。咱着常常思慕也好话，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人生亲像溪边的树，鸟仔天顶飞，土叶纷纷飞。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在这段期间，咱台湾经历着一个真重要的活动。每一个人，伊可能会用实际行动去表示伊支持某一个人，或者是伊用实际行动去肯定伊所支持的价值观念。甚至咱的社会、咱的生活中，那亲像你一定要做一个选择，讲你到底要支持啥，你到底要支持倒一个观念。结果出来啊，可能袂互每一个人拢真满意。总是咱犹原相信上帝在掌权吗？伫上帝内面，伊无有任何的色彩。你的选择也袂去影响到你是上帝囝儿女的身份。上帝袂问你讲，你支持什么人？上帝敢若会问咱一句话：啥人要徛伫我这边？愿咱的心拢要拿落切切天幕溪水，徛伫上帝这边。主啊，我心切慕你如怒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应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神啊，我心切慕你如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应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主啊，我的心要羡慕你，拿落羡慕溪水，我渴慕要来敬拜你。我的灵独独降服伫你，只有你是我的心所爱，我羡慕要来敬拜你。拿落切切羡慕溪水。主啊，我心羡慕你，亲像龙羡慕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羡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
主啊，我心希望你亲像路，希望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我希望，我希望来敬拜你。因为伊有讲袂尽的恩惠。那伫今仔日，咱要来看遮个咱教会有形成一个太鼓金陵太鼓队，咱来请因伫咱的面前，毋但用诗歌，阁用乐器，要来学乐咱的上帝。这个太鼓队伫咱教会形成，才差不多2个月、3个月，较无够。这个中间有90几岁，有4个，上大的是94、93、92，还有90。咱来看因怎样伫咱的面前咱。已经到即句，虽然咱才形成差不多3个月，但是已经伫外面有表演过，得到真悬的评价。即马外口的订单已经几若出啦。这是咱彰化区新的新的一个乐团，年纪上大得到社会上悬的回应，嘿。所以，咱来甲因鼓励，看互咱的遮个长辈，食甲老壳壳，也阁会当荣耀上帝，吼！来，搁一摆，掌声。
来，搁一摆，用热烈的掌声。我遮要请咱即句90岁以上的人举手一个，好唔好？伫头前遮90岁以上的，90岁以上的，还搁迄边遐。OK， 愿上帝赏赐福互咱，身躯勇健，长岁寿，哪够敬爱上帝，然后若得到子孙的欢喜。来，永福教会是咱永远的家庭，咱祝福因。好，回座。感谢主，互咱遮的长辈会当伫侪老师的陪伴下面，整个人生得到大的丰富甲改变，完全拢无共款去。永福教会诚侪抢救生命、丰富生命、改变生命、陪伴生命上水的大家庭。咱到圣诞的时，今仔日咱感恩节请这的长辈来拍鼓。圣诞的时，咱要请小朋友来拍鼓，这小朋友。所以会当有这个机会入来伫咱永福教会这个双年活动，今年活动实在是福气。等下咱原来要请因规个人来做，自从因入来教会了后，生命怎快乐起来的故事。愿上帝赐福。
杨凯。来，后壁倒啊进来，做一个拢来。即条咱要开始今日礼拜，请会众起立。我的心神啊，你着阿罗耶和华，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是至大，你用尊严、威严做衫来穿，你穿光明，亲像外衫；展开天，亲像长白。伊伫水中安置伊老家的汤圆，用云做伊的车，用风的势来行，用风做伊的使者，互焰火做伊的车用，将地下伫伊的，将地下伫伊的地基顶，互伊永远无摇错。只是咱永远起立。咱来纪念上帝教示咱的新的改变。新的改变安尼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从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亲像安尼。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改变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我先。这是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的上帝，阮的爸，你创造宇宙万物，也收赐阮人类济福气甲稳定。今仔日特别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伫安个日子，阮是要安怎来过？阮少念着400年前，美国人伫伊的故乡欧洲去到新天新地时，因所做的努力，伊伫遐显出伊的感恩，诚侪一个仪式，诚侪一个传统。阮即马，阮嘛伫继承安尼的传统，阮伫遮要来继续来孝顺你的恩典，你大大的祝福互阮的，阮是要安怎来享受以外，安怎来付出行动来做利益别人的采用。咱台湾也有一届的选举。这样的享受民主的成果，阮实在有够记得。但是阮也知，无论这届选举是正是无正，是好也是歹，有赢嘛有输的，合意的嘛有失意的，阮要安怎来看待？阮无受伊的影响，但是常常。阮就要想到，只有你上帝国的现象，向上帝国的
只有行伫这天里，这一切才会和平，才有平安。阮是安尼来望阮做基督徒的，做你的囝儿的，阮会使来安怎来行安尼路，来实现上帝国伫地上来利益着大家。我嘛望阮踮伫社会台湾的一角，也会使对这一切有好的表现。阮要传福音，阮要做好的社区服侍，阮要互弱势、年长的拢得到照顾。阮嘛爱关怀，令身心灵有欠缺，也是厝里有死长辈的，互因拢得到平安顺遂。阮望今仔感恩节的礼拜，日头到尾有你的圣神来引带，日头到尾有你的灵伫阮内底来运作，来带领，互阮今仔日来庆祝，也是来享受对你遐来的恩典的时，阮就时常爱抱着服务大家来利益社区，来传扬你的福音的路来行。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会长请坐，按这时要来邀请咱华语堂的诗班来献诗。华语堂要献的诗歌是《天父，我感谢你，感恩的心》。天父，我感谢你，感恩的心主曲。
感谢咱华语堂的献诗，大家拢有足好的启示。这是咱来共读一段圣经，圣经在伫路加福音书17章11节到19节，因为有较长，所以我用台语来读吼，华语的部分家己来看。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伫撒玛利亚甲加利利交界经过，入一个乡舍的时，有10个太过的对着伊远在徛，出声讲：“耶稣先生怜悯我。”耶稣看见，甲伊讲：“连去将本身互祭司验，因去的时就得着清气。”其中一人看见家己已经好，就倒转来大声讹落上帝，趴落地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伊。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因讲：10人兼无拢得着清气嘛？迄9个伫倒落？这个别族的人以外，也有无别人倒转来归荣光互上帝嘛？19节就甲迄人讲：“起来，坐你去，你的信有救你。”以上，愿上帝话真济咱的提醒，不是爱来反省，不是爱来笑量。这是咱做伙来念经的金句金句记载伫诗篇100篇第4节，有台语、华语，咱先来读台语。台语安尼讲：就用感谢入院的门，用乌鲁入院的院，就用感伊乌鲁伊的名。华语安尼讲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咱常常抱着感恩、欢喜、阿乐的心，来阿乐咱的上帝这时咱来请咱的圣歌队来阿乐，圣歌队要阿乐的诗歌是：主啊，请你对天照光我；主啊，请你对天光照我。我。
感谢咱的圣乐队这很优美的歌声对天长照光我这是咱来请咱本堂牧师来讲道讲道题目是主我是回来感谢你的主我是回来感谢你的。牧师讲。感谢大家平安。你心内有啥物通感谢的无？你心里有什么可以感谢的吗？你有啥物通感谢天顶的上帝？通感谢你身边侪人，特别感谢你的士大人无？你有什么可以对上帝感谢的，或是对你周遭的人，尤其是对你的长辈，有什么可以感谢的吗？人的一生常常会拄着真多不如意。人的一生当中，常常会遇到一些不如意。人伫不如意的时，常常拢会一寡求讨、拜托。人在不如意的当中，常常会有一些祈求。当咱伫苦难中，咱常常伫咧求救上帝，伫咧拜托身边的人。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常常在求告上帝，寻求别人的帮助。一摆搁一摆直直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经过，回头一看，一摆搁一摆，咱嘛有真正得到上帝的恩典、人的帮赞。一次一次，我们回头看，我们都有得到上帝的帮助以及周遭人的协助。但是经过了后呢？但是经过之后呢？真侪时阵经过了后，怎哪敢若拢袂记得了？有时候经过之后，我们好像全部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咱今仔日是感恩节。今天我们是感恩节。要爱你。甲我，咱逐个人有淡薄安静的时间，想讲上帝伫过去一年的中间，到底对你怎样疼痛？伊恩典的手怎样伫咧引带你？我们要安静我们的心，回想我们这过去的一年的日子，上帝的恩典如何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想看卖伫过去的一年的中间，伫面罩内你有偌济不安？想想看，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在棉被里面你有多少的不安？你用过偌济卫生纸，淡仔拭你的恐慌的目屎？你用了多少的卫生纸来擦去你惶恐的眼泪？即马你拢行过了。现在你都已经走过去了。然后呢？然后呢？主我是倒转来要感谢你的。主我是回来感谢你的。今仔日咱用一寡麻风患者的故事来帮助咱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用麻风病的一个故事来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圣经安尼讲，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路中，圣经上讲，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途中，经过撒玛利亚甲加利利中间的一个交界，要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中间的一个交界地区。伫迄个交界旷野的交界中间，拄着10个太高的患者。在那个旷野当中，他们遇到10个麻风病的病人。这10个太高的人对耶稣甲伊学生行来。这个10个麻风病对着耶稣和他的学生走过来，大声嗷叫讲，大声喊叫说：“耶稣老师可怜我！耶稣老师求你可怜我们，可怜我可怜我们吧！”耶稣甲伊讲：“恁去，互祭司验。”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去，让祭司来检查你们。”结果因去互祭司验，讲全好去了，洁净了。结果他们去让祭司检查的时候，他们已经好了，洁净了。麻风病。麻风病以前叫做胎哥病，以前叫做胎哥病。再讲有一个人看到家己已经好了，这里说有一个人看见他自己已经好了，就倒转来感谢上帝，就回来感谢上帝，搁趴伫耶稣的脚前感谢伊，有跪拜在上帝的耶稣的面前感谢他。讲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看轻的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看轻的人。撒玛利亚人是互犹太人看恁这无路用的人。撒玛利亚人是让犹太人看为没有用的人。但是倒转来，干那一个撒玛利亚人。但是回来感谢的只有撒玛利亚人一个人。耶稣真感叹。耶稣很感叹。得到医治的敢是10个嘛？得到医治的不是有10个人吗？迄9个伫倒落。那9个人在哪里？得到医治的敢是10个嘛？
得到医治的不是有10个人吗？迄9个伫倒落？那9个人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今仔日敢若看到这个外族的人倒转来感谢上帝呢？为什么今天只看到一个外族的人回来感谢上帝呢？耶稣甲伊讲：“你去，你转去，耶稣对他说：“你去吧，你的信心救你啦。”你的信心已经医治好你了。耶稣甲伊讲的，这是一个加倍祝福。耶稣对他说的，这是一个加倍的祝福。别人敢若得到肉体的医治，别人只得到肉体的医治，这个会晓感谢伊得到信息，伊的信心，上帝救伊啦。这个会感谢的人，他得到他的信心的医治。上帝借着伊的信心，救着伊的全人。耶稣借着他的信心医治了他的全人。因为肉体会当得到医治是通欢喜的代志，肉体可以得到医治是可高兴的事情。但是整个生命会因为肉体好，就完全这个人生拢改变吗？无必然。但是生命会因为肉体得到医治就全然改变吗？不必然。一寡人身躯破病，一些人身体生病了，伫破病中有真侪哀叫，在生病当中有很多的求救，然后有真侪许愿，有很多的许愿，病好去了，病好了，伊佫倒去伫原位，一切又回到原伊位。袂记半项去。他忘记了，但是有一寡人真少数的人，但是有很少的人一摆佫一摆拄着代志了后一，次又一次遇到事情之后，伊倒转来伫上帝面前，他回到上帝的面伊前，许愿，他许下心愿，然后伊的人生拢改变。他的人生就全部改变了。耶稣对这款的人讲：耶稣对这样的人说起来，：“起来，你去，你去，你的信心伊伫你啦。你的信心医治你了。当一个人若互宣布你染着麻风病，当一个人被宣布你染上麻风病的时候，当一个人伫2000年前、3000年前，互人宣布你染着麻风病，当一个人在2、3年前被宣布你已经染上麻风病的时候，请问2、3年前有药通医无？请问2、3年前有药可以医吗？麻风病无药通医。麻风病没有药可安尼以医治。意思是，当你受宣布你染着这个病，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被宣布染上麻风病的时你候稳死的。你就稳死了。然后这个麻风病真够传染，这个麻风病很会传染。你看到迄个手，你看到那个手，你看到迄个面，你看到那个脸，伊直直流汤。它一直流汤。然后迄个汤，你什么人若伊离开了，你去摸着迄个汤，那个液体，如果你感染了，摸到了，你有可能你就染着啦。你就可能被传染了。染着，然后你就拢无药通医。传染之后，你就已经没有药可以医治所以了。任何人来染受宣布你染着麻风病，任何一个人，只要你被宣布染上麻风病，不管你的身份怎样，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就要互人赶离开家庭你，就要被赶离开你的家庭，因为要保护家庭，唔通搁互染着。因为要保护你的家庭不要被感染。离开家庭了，社区嘛无爱伫，离去家庭之后，社区也不要你，规个庄头都是甲你驱逐出去。整个村庄就把你驱逐出去。所以，当受宣布讲你染着麻风病，所以当被宣布你染上麻风病的时候，你怎变做死路一条，放生伫外口？你就成了死路一条，被放生在外面。然后伫外口若有人唔知影，直直行活来，如果在外面有人不知道，一直走靠近你，你就爱手你的面。你就要遮住你的脸，离开，我是无清气的。离开，我得到麻风病，我无清气。喊叫说离开离开，我是染上麻风病不干净的人。伊若无安尼直直发，他如果没有这样一直喊，边仔的人看到伊无安尼的发，旁边的人没有看到他这样喊，会当摕用石头钉死，可以用石头来打死他，因为伊有可能带来边仔真侪人性命的威胁。因为他有可能带给周遭的人很多生命的危险。所以一旦受宣布染着麻风病，所以一旦被宣布染上麻风病，你稳死的，你稳死了，无人要插你，没有人要理你，规个甲你隔离。整个把你隔离。这个是一个真可怕的病。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病。所以你看到今仔日的故事是讲，耶稣要对耶路撒冷去，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故事是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然后迄个耶路撒冷的路中经过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一个旷野地。那个路上经过撒玛利亚跟加利利一个旷野的地这方。10个人是伫旷野地拄着耶稣，这10个人是在旷野的地方遇到耶稣，所以因是受
放生自生自灭的一群人。所以他们是被放生自生自灭的人。若有人等互因食，因就免通食。如果有人丢东西给他们吃，他们就有东西可若无，以吃。因就到处亲像即摆流浪狗。如果他们没有的话，就像现在的流浪汉一样。因这个人走投无路来找耶稣。这些人走投无路来找耶稣。耶稣啊，先生啊，怜悯我。耶稣啊，先生啊，求你怜悯我们。耶稣先生啊，怜悯我。耶稣啊，老师啊，求你怜悯我们。请问耶稣有怜悯你无？请问耶稣有怜悯他们吗？耶稣有停脚无？耶稣有停下脚步吗？这个是咱的主耶稣。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啥人若真正对心底甲伊哀叫，任何人只要从心里对他求救，伊就停脚。他就停下他的脚步。因为伊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就是要体贴拯救所有肉体病痛、心灵不安的人。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就是要体贴那些心灵肉体软弱的人。台湾的社会，咱欠的就是这份的慈悲怜悯。台湾社会现在所缺乏的就是这一份的怜悯跟慈悲的心。整个社会在发展的过程的中间，有人伫富有，伫好业。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不断很多人很有财富，住真好的厝，开真好的车。住豪宅，开好的车。但是有一寡人直直落去，直直落去，直直但是有的落去。人不断的往下沉。有的人过去少年的时真精英，有时候他们年轻的时候非常是一个社会到精英年老的分子，时，原来互子孙甲气杀去。到年老的时候还是被子孙来遗孤弃，单无伴，惊吓无人插伊。孤单没有伴，被人遗弃，没有人理他。我想这是一个社会各所在拢会当拄到的一群人。这是在社会上当中，我们常常可以遇到的一群人。伫社会中，敢嘛有一寡互人看做若敢若麻风病，若敢若抬高的人，在社会当中，还是有一群人被人看为像麻行到风病倒位拢互下的人，人嫌，走到哪里拢互人杀都被人家嫌弃，被人家推开。真侪人真惊，甲遮个徛斗阵，讲我若敢若我会叫影响到。很多人很害怕跟这群人在这里，因为怕被他们影响。你若是耶稣的学生，你是会离开遮个人，还是暗中停脚来帮忙陪伴因？如果你是耶稣的学生，你是会离开他们，还是你会暗中的来帮助他们？永福教会是一间会赶着遮个无清气的人离开，还是伊会欢迎遮个人入来伫教会来亲近主的教会？永福教会是会把这一群不干净的人驱走离开，还是会用爱来拥抱他们？当耶稣听到这耶稣先生，请怜悯阮，请怜悯阮。耶稣随时甲因讲，去叫这试验。当他们跟耶稣说：“耶稣老师，求你怜悯我们吧。”耶稣马上就对他们说：“你们去，让祭司去检查。”可怕的病已经离开因了。可怕的病已经离开他们了。人来追求耶稣，因的病痛，因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人来找耶稣的时候，他们的病痛已经得到解决。伊若劳苦背重担的，通来就近主。既劳苦背重担的人，可来就近上帝。主耶稣要互恁找到安息的所在。主耶稣要让你们得到安息。这看见耶稣比麻风病更较悬。耶稣比麻风病更大。麻风病真可怕。麻风病很可怕。但是耶稣比麻风病更较，互咱会当欢喜，互咱会当敬爱。耶稣比麻风病让我们更敬爱更大。伊比麻风病更较厉害。他比麻风病还要厉害。麻风病来要伤害人的性命。麻风病来要伤害我们的生命。要隔离人甲这个社区人甲人的关系。要隔离人跟社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耶稣来是要甲这个规个拢搁扣活来。耶稣来是要将所有一切再次的聚集凝聚。咱是耶稣的学生。我们是耶稣的学生。感谢主。感谢主。耶稣已经甲咱扣活来。耶稣已经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耶稣嘛，搁直直咧扣其他的人。耶稣还是继续的在拣选其他的人。这些得到医好的人，这些得到医治好的人，逃过因的死亡，逃过他们的死亡。因这病已经无去了。这些病已经没有了。因就宣布讲，恁的麻风清去了。他们被宣布你的病已经好了，你已经洁净了。你知影这款的宣布对因来讲偌要紧吗？你知道这样的宣布对他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吗？因会当去重新回去家庭。他们可以重新回到他们的家庭。因会当重新入去人群。可以重新回到人群。因会当继续去找寻因家己的梦。可以继续去奔跑他们的梦想。我的世界搁出来。我的世界再次出我现。的可爱的人生开始会当搁创造。我的人生可以开始再创造。我还直直来啦。
我不所以断的出来变无了。去啦。迄个我有足侪想法，我有真侪欲望，我的路直直光彩，我开始搁咧走踪啦。并没有的，我开始出现了，开始追求他人生的梦想，变好去啦。病好了。早前伫咧嗷叫的时，迄个帮助你的人伫倒位？之前在吼叫的时候，那个帮助的人在哪里9个拢总咧就转去因兜。 ？9个人就奔跑回去他们的家里。 9个人有可能有一寡人无转去因兜，走去找因的朋友去啉酒去啦。 9个人有可能他们有人没有回家去找他们的朋友喝酒去了。 有可能过去嘛付一寡债务，趁这个时已经好啊，就是开始搁走去，然后走的米伫另外一个世界，开始搁咧创造伊家己的人生。也许在过去他们有些债务，所以当他们好的时候，他们开始躲起来去创造他们其他的人生，开始真无用。开始非常的忙碌。各位，各位，这互我想到真侪社会现实面。这里让我想到很多社会的现实面。 即摆伫社会有真侪，你有看到人伫公园、伫路呢安尼啊，踮仔咧用娃娃车咧拄，那敢若真水、真宝贝的物，啊，踮仔咧拄，踮仔咧拄。现在你有没有在公园里面看到一些人在公园里面用着娃娃车在推了一个很宝贝的东西？咱是想讲，迄是伊的囝、伊的孙，你以为那是他的孩子、他的孙子，叫行我过的时一看，结果靠近一看，也是狗，也是猫，那是一只狗或是猫，啊，佫装啊，亲像即个酷阿妈，佫较古锥。装扮得非常的可爱。哦，甲遐个狗啊、猫啊，然后尖门啊，敢若无甲抹胭脂尔。把那些狗啊、猫啊装扮得非常漂亮，只差没有擦口红而已。然后逐工都要带出去遐洗，把狗带出去散步，若拍一个咳嗽呢，半暝都要紧去找医生。打一个喷嚏，半夜就赶快送去看医生。原来迄个狗、猫、宠物看病较贵，还是人看病较贵？宠物看病比较贵，还是人看病比较贵？宠物比人加足贵。宠物比人贵多了。然后遐个人拢袂喊一声。那些人都不会哀叫一声。当我逐摆我若看到这个时，我拢心内想讲，因爸母若咧破病，伊毋知安尼伫咧看待无。每次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都在想，当他们父母生病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有这样在看待？逐摆我若看到遮个人用遐尼高贵的物件伫咧，逐日拢踮仔咧杀伊的宠物的时，我拢会想到讲，对迄个生伊饲的爸母，伊毋知有安尼伫咧关心照顾啊无？当每次看到他们用那么高级的推车在推着他们宠物的时候，就想到当他们父母生病的时候，他们是有同样的规格来在对待他们的父母。太过变好了，麻风病好了，人已经大汉了，人已经长大了，是固定了，翅膀硬了，走出去了，跑出去了，食袂用，很忙碌，食袂用，很忙碌，袂用甲伊身边真要紧，早前疼伊，为着伊费尽一切心思意念，开费一切迄个金钱，辛苦趁钱来养饲的遮个，伊拢袂记了了。忙到从小照顾他们、养育他们，花尽一切所有的照顾他们的父母，他们一切都忘记了。恁的麻风病好了，你们的麻风病好了，恁自由了，你们自由了。因为过来你要创啥？各位，再来你要做些什么？你已经大汉啦，你已经长大了，你已经会当饲你家己啦，你可以养自己你了，家己有真多人生的梦了。你自己有很多的人生的梦想。伫过去的人生的中间，你咧求讨、你咧拜托的上帝，即摆毋知还有伫你的心内要紧的位啊无？在过去，你不断的跟上帝祈求的那位重要的上帝，现在不晓得还有没有在你的心里。当迄个爸母饲你，为着你付出一切，伊渐渐年老，渐渐年老。你为着狗洗身躯，一摆搁一摆咧洗，毋知有机会等于甲爸母洗一个骹啊无？当你的父母已经不断的年迈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在为宠物洗澡的时候，你是否曾经为你的父母洗过他们的脚？耶稣讲，只有一个人看见家己好了，耶稣说，这里有一个人看见自己已经好了，连忙回来。连忙回来，中文讲叫做马上。马上，马上的意思是讲，爬去个马顶，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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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紧走去啊！意思是讲，跳上马，赶快咯咯咯跑回来。
紧转去，然后感谢上帝。赶快回来感谢上帝。毋若感谢上帝，学了上帝，佮趴伫耶稣的面前，多谢耶稣的主不仅感谢上帝，而且还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耶稣真感叹，耶稣非常感叹，得到医治的毋是10个吗？得到医治的不是有10个吗？迄9个伫倒啦。那9个在哪里？我伫遮要甲你讲一项真无情的代志。各位，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件非常无情的我要事情。甲你讲一项人生真无奈的代志我。要跟你讲一件人生非常无奈的事情。人生人群的中间，知影通感谢的10个，毋知有1个啊无。在这个10个人的人群当中，知道感谢的不晓得有没有一个？你是迄个9个中间的1个，还是你是迄个10个中间的1个？你是那9个当中的一个，还是那10个当中的一个9个看家己受宣布好了，喷进去，怎无看去？9个人被宣告他已经好了，就已经不见了，拔腿就跑。感谢上帝，你咧感谢上讲啥帝？，你在说什么？迄是我去救耶稣的，甲上帝有啥物关系？那是我去求耶稣的，跟上帝有什么关系？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我无闲啊，我没有空。我即摆好了，我想到的是我的某囝，想到的是我可能爱去找朋友，我想到的是我头前有真侪无用的路爱走。我现在好了，我想到的是我的妻子、我的朋友，我前面的路途要奔跑。耶稣的看法是，对你的恩典到这为止。耶稣对这个看法是：你的恩典到此结束。你有可能身躯好，但是身躯有一个佫歹去。你的身体好了，但是有一天可能你的身体又要坏了。可能你开始比对这开始佫趁着大条钱，但是钱袂当互你靠钱入天堂。各位，现在可能你会赚到很多钱，但是你不能够靠钱上天堂。我看到这个社会真无奈，哪有钱、社会地位哪悬的人离开上帝哪远，这是定咱来警醒的所在我。看到非常无奈，在这个社会当中，越是有钱的人离开上帝越远，这是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得到医治的敢毋是10个吗？得到医治的不是有10个人迄吗？ 9个伫倒咯？那9个在哪里？请问你是迄个10个中间的会晓转来感谢上帝迄一个吗？各位，你是那10位当中会回来感谢上帝的那一个吗？你若是，如果你是，耶稣讲起来去吧，你的信心救你了。耶稣说：“起来，去吧，你的信心救了你。”医治伊的是耶稣，医治他的是耶稣，感谢的是上帝。感谢的是上帝。医治伊的是耶稣，医治他的是耶稣。这个受医治的人，伊要感谢，伊要懊恼的对象是啥？上帝。这个被医治好的，他要感谢的对象是谁？医治他的是耶稣，但是要感谢的是上帝。一世人做牧者，一辈子当牧者，我直咧提醒一寡人，不断的在提醒一些人，耶稣伊一生咧祈祷的对象是上帝。耶稣一生在祷告的对象是上帝。耶稣伊一生伫咧做，无论做什么代志，无论伫咧宣扬什么福音，伊拢伫咧执行上帝的旨意。耶稣一辈子不论在做什么事情，执行上帝的福音，都是在执行上帝的事情。耶稣做，伊是道成肉身，代替上帝道成肉身落来，伫咧执行请世间人的工。耶稣他是道成肉身，代替上帝来执行上帝的工。领受到上帝的恩典了后，要感谢的是感谢上帝。有人领受了上帝的恩典，要感谢的对象是上帝。伫耶稣的信仰的中间，伫耶稣的人生的中间，上帝是伊服从的对象，是伊执行上帝旨意的对象，独独伊那定。在耶稣的一生当中，他所有做的一切事情，就是为了要臣服在上帝的面前，执行上帝所交托给他的工作。但是现代真侪教会，把一切眼光拢归伫耶稣的身上。但是现在很多的教会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耶那敢若耶稣，稣是整个信仰的中心？好像耶稣是整个信仰的中无，心。我捌的是耶稣拢归因跟上帝。我认识的是耶稣把一切荣耀归但给上是咱来帝。感谢耶稣，但是我们要感谢耶稣，因为若毋是伊，就无有我。如果不是他，就没有我们。伊是我的救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伊是我的中保，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伊替我死，耶稣替我们死，伊赦去我的罪，耶稣赦免我们的罪，然后互我带着清气的重新再造的心灵，转来到伫上帝面前，上帝认我受我做伊的囝。
让我们能够重新洁净，回到上帝的面前，成为上帝的儿子。等下咱要请几个人来这讲感谢。待会我们要请几位来这边讲感谢的话。终局不是感谢人，终局不是要感谢人，终局要感谢啥？终局要感谢上帝。因为这拢是上帝的恩典，这拢是上帝的差遣，永福教会是上帝的家。这一切都要感谢上帝，这一切都是上帝所差遣的，都要感谢上帝的家。来，这个是我要请咱拍鼓啊，欢迎几个人，好不好？这时候我要请大家拍手欢迎几位。美笑姐啊，金莲姐啊，诗婷，请恁起来，好不好？来，把恁的心话，把恁心内的话讲出来就好。嘿，来，对遮，嘿，小看吼，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咱搁一摆甲因拍鼓啊！啊，美笑姐，你先来好无？大声。要先讲 ，OK， 好，来，诗婷，哇，这个诗婷的妈妈今仔日来，妈妈请你起来。无，妈妈你互大家人看者就好，你伫遐嘿啊，好，安尼就好，你来，你会做好。我是诗婷，来，你用这个。牧师以及各位姐妹平安，我是诗婷。感谢上帝，亦让我今天有机会可以在大家的面前说出我想要说的感谢的话。去年我来教会的时候，刚开始我对信仰有很多的疑惑，我常常问我自己，自己是为了什么？每个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我都参加长辈的热领课程，那我的生活渐渐的充实起来，我好像有了目标，我有朋友了。不孤单，所以我每次都很期待来上热力的课程。看到阿公阿嬷他们的时候很开心，因为也可以和他们互动，谢谢他们接纳我。以前我常常一个人在外面跑来跑去，没有固定的地方让我去。我的家人非常担心我会在外面发生事情。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了，只是我不知道哪里有人愿意和我做朋友。来永湖将近2年，王牧师常常给我很多不一样的成长。他叫我每个星期六帮忙着周报，我做得很好高兴。牧师也称赞我做得很好，很有成就感。和长辈一起上课的日子，有时候心情不好，都会跟他们道乐或者什么想不通的事情，让我很烦。他们会讲道理，也给我听，也会教我很多。做人做事的方法，我在教会越的情绪、个人信仰越稳定，连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发现了。我的朋友问我，你常常怎么常常往永湖跑？我会开玩笑的说，我的时间都被永湖买走了。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来永湖，无论是做什么都觉得很开心。我的爸妈。很放心，因为我来永湖，妈妈常常跟永湖姐姐说，自从我来永湖之后进步很多，她很放心。所以我去年跟爸妈说，我想受洗，这是我很多年的心愿。以前别人不愿意接受我，甚至不愿意让我受洗。现在爱永湖教会有好多人都接纳我，教我和我做朋友，不会瞧不起我。我感受到上帝的爱，我真的很想受洗，也和大家一样成为上帝的儿女。我真的很感谢上帝，让我来永湖，我有机会改变和成长。谢谢上帝，谢谢大家。咱搁一摆拍一个鼓啊！这是上帝的作为。伊的妈妈定定甲我讲，牧师。他会有一个所在会当接纳我的查某囝，他会有一个所在会当互我的查某囝去，然后阮做爸母的足放心。是，我想这是共同的见证。妈妈直直拢讲，牧师我爱上班，礼拜日我爱上班，我爱趁钱，阮的家庭需要上班趁钱，但是今仔日妈妈请假。
感谢主，安尼吼，感谢。美笑者，牧师，有，牧师以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是吴美孝，感谢上帝让我在感恩节可以在众人的面前，也在上帝的面前说出我要感谢的话。3年前，我因为先生过世，陷入极度的悲伤中。感谢教会的阮长老及弟兄姐妹来探暖关心我。徐弟兄那时候说邀请来我教会，还说有车子接送，所以我就这样走出了人生的低谷。来到教会，什么人都不认识。王牧师看到我，总会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问我还习惯不习惯。洪牧师他也都会蹲下来问我听懂吗？我感觉受到很大的关心，到现在让我想起来，我很感动。他们是让我一生感恩的人。拍一个拍仔咧，好唔好？来到教会热灵上课，我很快乐，学了好多的东西，觉得好充实。大家在这里高高兴兴的聊天，互相认识，感觉每天都过得很快。今年节刚来永湖的时候，感觉他脸上没有笑容，和我刚来教会的时候很像。上帝感动我，应该要像家人一样的关心他，所以我就常常会找他谈话。如果他没有来上课，我会想他，我会说不知道他好不好。感谢丽美老师安排很好的课程，让我们星期四、星期五可以来教会上课。今年节也都会来运动、打太鼓、聊天。他的身体、心灵也都很大的祝福。今年节也都来教会半年，他发现身体体重增加了。身体也胖一些了，健康多了，脸也开始有笑容了，笑容越来越多。看他这样子，我心里为他高兴。最后还是感谢上帝这么疼爱我们这一群年纪大的人，让永湖教会有老人的热灵课程，我们才有机会来永湖。感谢牧师非常的关心我们来上课，谢谢丽美老师排的课，我觉得可以认识上帝。来教会实在很有福气，很幸福。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上帝的话，邀请你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赐福。谢谢大家。首先，各位在座的兄弟姐妹，大家好，我叫金莲。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兄弟姐妹见面，是上帝给我的感恩，我要感恩上帝主，还有牧师，还有丽梅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我要感谢牧师，感谢丽梅老师，还有感谢我兄弟姐妹们。我这半年来，我在这个教会，我进步了很多。
因为我之前我是体重只有58公斤，我参加来永福教会的时候，我现在的体重增加2公斤，而且我的精神也比以前好了很多。就是我来教会跟兄弟姐妹在一起，兄弟姐妹关怀我、鼓励我，给我的包容，我非常的感谢。就借着今天这个感恩节，我来向兄弟姐妹感恩，以及丽美老师还有牧师给我的鼓励，我才有这个机会。每个星期四、星期五，我就回到永福教会来参加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让我学习的也很多，对我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帮助。我希望在场的兄弟姐妹们也跟我一样，有空的时候就要回到永福的家来参加一些课程。我最后要祝兄弟姐妹们给我的鼓励，给我的关怀，也祝他们永远有一个幸福快乐的人。OK。上帝十分祝福咱这的长辈。我想下面其实有真侪故事，其实咱有太侪生命的故事。愿上帝十分祝福。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平台，成做社会光、社会望。真侪人凊彩开始来，连讲话都无法度通讲，因为已经完全退缩去啊。那即摆一个。好，那等一下，是我们每一个人，等的是咱每一个人换咱家己。等一下，是我们每一个人想到咱的一生的中间，想到我们一生当中，偌侪人疼咱，多少人疼我们，咱已经来不及登去伊的面前，甲伊说多谢。我们已经来不及回到他的面前来感谢他。有可能有真侪人疼咱的，已经拢登去上帝的家了。有可能很多疼惜我们的人，他们都已经回到天父那里。但是遐疼咱的人，就是上帝派予咱的使者。但是那些疼我们的人，就是上帝派给我们的使者。咱今仔日嘛要讲上帝啊，我是倒来感谢你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讲说，上帝啊，我们是回来感谢你的。可能伫今仔日有，你若是大学生，若是对你第一摆参加这，我想红包落啊，你安那落一个10块无要紧。迄个是一个心意的表示。今天如果你是大专生来到当中，那个红包袋你可以放个10块钱也没关系，那是代表你对上帝的一个回馈、一个心意。上要紧是一个心意。最重要的是一个心意。咱等下若要奉献的时，我望大家人有一个迄个特殊，真有特殊。待会我们要奉献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程序。每一日。真自然变做，若要入来的时，对正边入来；要出去的时，对倒边出去。互迄个有正边、倒边，大家真自然，就怎啊排一列。要来头前的一列，转去的一列，好无？要来的一列，转去一列。待会我们往前的时候，左边进来，右边出去，我们很有顺序的来按照这个程序来走。都袂塌做一堆，好无？不会拥挤在一起。好，我想。即摆咱来吟，OK， 来，咱来请妇女团契献诗，好无？妇女团契来献诗。
咱感谢妇女团体献诗。咱住的所在是美丽岛，别人拢嘛安尼讲，咱住的所在是足水的。但是咱家己咧，咱有尽心无？上帝手术咱遐尼好，咱安那来接纳，安那来享受，安那来回应这块土地的美丽。这是咱做伙来吟一首圣诗，圣诗第298首，289首，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快乐快乐，我们来敬拜，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荣耀上帝大仁爱，心情欢喜到主面前，抬头仰望心光明，悲伤忧愁。求主赶线，标记黑暗无打我，永远快乐源头来临，灿烂光明日繁星，请起立。再者，咱来回应对上帝听耶稣诗这届奉献是对咱礼拜组甲总务组来设计，咱就看拄只牧师讲的咱入来另外一边出去咱来。伫奉献地的中间嘛，你会记得写你的名会当写你的名。若会当时，搁甲你奉献数字会当写伫遐，互等的若伫咧这下财务的人会当较方便。好若无别的，我想会当举一个手，有人 OK 好，咱就照这个顺序，每一个这边这个遮，原来会当小可有可能，这个遮，这个互人会当进出，小可刷一个好无？互人会当进出，好，就开始，真主动来，咱就开始叮当啦，你若弄好，你就开始叮当。
每一日拢互伊变做有来甲有去，有来甲有去两条，前进线、后退线。天父，愿感谢你，天父，愿感谢你，予阮伫天里的水杯，愿深深感谢你，天父。愿感谢你，天父，愿感谢你，予阮伫天里的天父，愿深深感谢你，天父。咱来当，咱大家人来吟这首诗哩。予阮伫天里的天父，愿深深感。所有人来吟，来天父，我感谢你，天父，愿感谢你。咱三甲来祈祷。天顶的上帝啊，真正感谢每一个家庭伫伊的过去，拢有真侪真侪人知还是毋知的危机，总是实在是你的恩典。互阮的家庭也阁会当得到固守，互阮的婚姻也会当得到固守。每一个人伫阮的工作的中间，有时嘛会拄着艰难，总是阮恳求上帝继续保守，互阮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个人，拢会当伫阮诚做一个会当互人信任的人格下面。拢会当确保阮的工作嘛真稳定，然后阮确保了后，慢慢阮要去找到会当互阮甲阮的家庭财前贡献搁较大的一个所在。阮对的人要去找到一个对的位，我们要成为一个对的人，然后我们要找到一个对的位置，可以贡献社会。上帝啊，恳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悦纳我们的奉献跟祷告。借着我们的信心、信靠、对你的信任，然后你为着阮备办更较水的明仔日，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社会的一盏明灯。因为我们要在顺境的时候、逆境的时候，阮伫顺境逆境，阮拢要用阿乐感谢过日子，通过阮的阿乐感谢甲信靠，主耶稣，你不断的对我们说。某某人，你的信心已经救你了。愿神悦纳我们，继续赐福我们跟我们的家。论到阮的家，
阮决断要信靠耶和华上帝，独独你那定。感谢祈祷奉献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家牧师来介绍甲报告。今仔日咱真多谢金色音乐教室的这些同工，好唔好？来，金色的教咱这些鼓乐队、太鼓乐队老师、首尾老师，谢谢你们。这些长辈学甲真欢喜啦，但是咱明年咱也要咱的预算无够，通互因阁继续但是我们会努力，我们会再努力咱这也阁有几个朋友我们欢迎你哦。高文玲高姐妹你 OK 呀，欢迎你哦是妙音的朋友是工程师。以杰，陈以杰，我们欢迎你，以杰，你在哪里？哇 ，OK， 以杰，边这个是博君是无？钟如，OK， 好，张师大是吗 ？OK， 好，博君你伫倒位？博君，OK， 第二边，谢谢你，欢迎哦。老师每个礼拜都在这里等你们哈。OK， 也阁有咱遮的长辈的家属，唔知伫倒位？思婷的妈妈OK， 也阁有啥物人的家属伫遮无？有啥物人的家属？哪位起立？OK， 好，我们欢迎你啊永福教会永远是社区的朋友。好，咱互相握一个手咧，好唔好？咱来唱一个。伫耶稣内，咱拢做一家人。来，请起立。伫耶稣内，互相请安握手。有你真好，欢迎你，常常看到你。耶稣祝福你，上帝与你同在，我们爱你哦。你高远远弯弯的耶稣。真济兄弟，阮望咱永福教会会当培养咱家己的文化甲气氛。你若要互家己活较久、较幸福、较快乐，一个原则非常重要。台湾人很保守但是我希望我们永福教会能够很自然。逐礼拜你若会当用你的手去压10个人、20个人，我甲你讲，手压哪多人，你会越健康，会越幸福的。你若按哪多人，你会有越多的笑容。你若也阁会当。你真有礼貌去甲人安尼小可安尼吓一个揽一个，我甲你讲，你会更较幸福。所以大家人互相培养，我们真的是一家人。
所以若无熟悉，你就拿去甲伊握手。若无熟悉，你要甲人接触，毋通共问讲你啥物名，毋是安尼无礼貌。都爱先讲我是阿财，请问你啥物名？安尼知无？爱先讲我是啥物人，然后请问你。你若会记得，若咧接电话嘛共款哦。电话接到的时，你啥物人啊？足无礼貌。我是阿财，请问你是啥物人？我是拢都爱家己先介绍，因为即个声你若无熟悉，你都爱先介绍，然后再共请教，请你啥物人？OK， 愿上帝施恩赐福。今仔日感恩节有真侪通感谢，等下咱礼拜祝到了，祝到了，咱随时要搁做食饭的祈祷。我们有10只火鸡在上面等你，它已经不会叫了，因为已经煮熟了。所以我们有一队的专业老师在那里切火鸡火鸡成为今天我们主食之一所以我们就好好去享受我们的火鸡大餐。你若食了，一楼交易厅，也阁有原住民也阁有人送迄个萝卜。今年的萝卜来迄个卖不出去有好心的人已经奉献，所以你若会当照你会当食，照你的分量，莫迄个摕伤济你都看你需要偌济，你摕偌济互其他的人。所以一楼教育厅，咱迄个萝卜是自由的免费的。感恩节就好，我们要每天过感恩节。OK， 等一下享用这个大餐的时候，华语堂少年团契、青少年主日学师生跟家长第8楼，村的人第6楼所以咱有2个所在伫咧食饭，6楼跟8楼OK 奖学金，咱对后礼拜才开始发奖学金到后礼拜才开始发。一寡手续上电脑也阁创无好势。过来拜六要开小会，请小会员准备先。下个礼拜也开始带降节到了，所以下个礼拜开始这里会有烛台在这里请礼拜周围人准备。原本咱12月初2后礼拜要做各团契的事工协调会，因故我们延后1个礼拜。延到12月9号咱伫6楼大的这个教室展开长职跟团契的事工协调会，所以会记得这样记入咱的schedule 里面。那有人需要圣诞节蛋糕要订购圣诞节的蛋糕，要去送给你的左邻右舍，送给你的朋友的请甲办公室登记即摆开始接受登记各团契的活动。各团契的造就会请咱家己看。过来拜六，过来这礼拜拜六，12月初1，汉朝兄的个别礼拜，12月初8，迄个定国长老的妈妈的个别礼拜，然后12月15，行主祭的个别礼拜，所以请迄个初1甲15。初1甲15，这个个别礼拜由咱的双联团契跟妇女团契甲幼稚大家人来唱好无？15初8迄场初8，咱请圣歌队5个轮流一下吼。OK， 以上报告剩的请咱家己看，伫祈祷的中间孝念咱教会遮的软正软弱需要关心的。为着台湾祈祷，不管选举安怎样，请大家人安全。不管你欢喜的人、无欢喜的人，请你拢用欢喜的心过日子，因为咱爱基督徒是爱凡事感谢，
咱来相信台湾，台湾随时咱有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最确保的一个制度。啊，做得好的我们请他上去，做得不好的不满意请他下来，就是这么简单。啊，不管你满意不满意，基督徒就是永远向前看，相信上帝在背后引导这个国家。啊，特别伫遮要甲咱报告，咱教会的青年吴伟达，啊，伊第一摆参选，啊，选县议员，他的预算控制伫100万以内，100万以内。我甲大家人报告，他选上了，咱甲拍一个爆发来好无？伟达拄才来做礼拜，即马有行程先走起来。妈妈代表，你会当生出遮尼好的、遮尼优秀的囝儿，啊！所以这个荣光还是要归给你哈。然后你要感谢上帝哈。好，甲咱英宗兄讲，阮甲恁祝福 ，OK。好，以上报告多谢。啊，这是咱做来吟圣诗292首，292首，圣在，圣在，圣在。我心虔诚来遵从，我心深在对你吟讲，至圣我的上帝。咱用平稳优美用安静的心来唱这首诗歌哈。咱起立。圣在，圣在，圣在！我要将一切懊恼甲感谢归伫至高的主上帝，因为是你的恩典，互阮有空气，阁毋免钱；互阮有水，互阮有日头、水、空气、太阳，一切从你那里来的都是免费，都是恩典。经过任何人的手之后，都变成需要付钱。上帝啊，你用最原始起初的爱疼爱我们，这样的爱是无条件的。太阳是给每一个人的，空气是给每一个人的，在你面前都没有阶级。你的爱遍满人间，而且你对每一个人都做了呼召。我爱你们，我爱你每一个。你愿意继续保有我的爱吗？愿主上帝的恩典日日甲你三甲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十字架光永远日日带你。愿圣神进入你的心，鼓舞了你，让你的生命在造物者上帝面前成为有意义、充实又充满了喜乐跟幸福。三位一体的神与你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咱三甲来祈祷，为着食饭。
上帝啊，我感谢你把所有的恩典都给了我们。你用你的话养起阮的性命甲灵魂，互阮诚侪性命有光有通引带。你阁欢喜用各种好的食物来健康阮的身躯。阮这个时祈祷了，就进入特殊，要到6楼跟8楼去。我们要在那里享用感恩节的大餐。愿你与我们同在，健康我们的身体，互阮会当常常带着感恩、知恩、报恩的心情来过阮的每一日。祈祷感谢，靠主圣名，阿门。OK， 好，咱拍一个抱仔来好无？感恩节快乐！然后带这个长辈带这个长辈长辈对6楼去吼青年少年会当到8楼然后张师大的学生到8楼去跟一些青年在那里联谊。